10月天海陆向下川崎张日润预早3年行乐度有夫秋爬高汤色第5萬下公莫海叫牙了掉屋下係冇乜嘅才好說就為是行樂街逐掉將來說有掉人唔想用足又想愛一下就足多就用天真頭也有人用田嘅頭擺往山街所在嘅行樂有錢多貪闊好把水也前台唔想了下好把水雙面踢農藥用多也多水稻都已經冇乜嘅咧該兩時有兩個上田去買嘅人就能按分析是該好冇人到嘅無樂度田因為貪污咧冇人會來到了也冇人去派出所報案講有人田一來也認為到案不是尚為自貴下水木按樣好容易填一到8年挖地里將能長水小通來到水潭當家一到5類就長到黏咧一到轉介時節其中一個看到隻龍肚當到先幹上田家豆有落水豆肚上愛田家豆日下冇注意càng下多貴張人跌落水肚田有冇關係撒本田七多能外沙上是叫機有沒本田七多結果暗有冇人看到喊我講唔會有人是叫咧就按樣兩三本田七時到天光咧有人看到是體嘅慢好吧破胖是健康正發覺到貪污水稻肚有兩個頭田嘅人喊8年挖地里送是度街水稻肚呢田係上天會理嘅事情嘅人分冇變過機親機出水幾道田並每日白天唔知有幾多白了一惡萬貫本田收得啦